曾经得到日本有线广播大奖特别奖，而且连续3档登上 NHK 红白歌唱比赛歌手原田优里。来到台湾的行程，选择到台南就有线电视的节目接受访问。伊即届是要用创作歌曲《我爱你》来纪念八田与一的夫人八田外代树感人的故事。日本知名演歌歌手原田优里来台南第一站就前往上主村有线电视，伫当署长吴顺德甲新闻处长柯淑芬等人陪同，前来录制市民心声特别节目。会中独家接受台日友好交流协会理事长郭珍惠专访，优里伫会中除了对台湾完整保留这日本时代建物，以及伊的歌伫台湾卡拉 OK 甚至伫庄卡依然这么受欢迎，更加欣慰以外，特别讲到八田与一的夫人八田外代树一生的故事，更是感動が老百姓。多分興味深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か。やはり日本女性として誇りに思いますし、そして台湾へ来て思ったんですけど、日本はちょっと女性活躍をすごくね今推奨してるんですけど。当然嘛，因为优里对外代树一生故事的感动，特别创作一首《我爱你》的歌曲，要来希望成为台湾、台南甲日本之间友好关系桥梁以及最佳代言人。原田优里小姐是一个在日本很有名的歌星，那她因为感念于八田与一的夫人八田外代树对于八田与一的情感，所以她也找了很有名的日本的创作歌曲者，做了一个《我爱你》的这一首歌，来表达这一个他对于八田外代树的一些情感。那重点是，他借着这些情感跟这些歌曲来表达对台湾、日本之间人民所建立起来的友谊的这种美丽的声音。那这些日本人的故事，经由这一个原田优里小姐的一些歌声，跟她今天的还愿之旅，都在台湾跟日本之间传递了两国人民对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贡献，日本人所做的一些贡献，传达了我们最深厚的情感。同时，它也会成为我们台南跟日本之间的最佳的代言人。距离顶一摆来台湾已经是3档前的优里，伫今日再处以私人行程来台湾，嘛互人见证伊同款迷人优雅风采。台南新闻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歌手原田优里除了上节目传达伊即抓来台南行愿的心情，嘛用歌声表达对台南的爱，而且伫录完节目以后，佮前往回好将军庙向日本的会馆参拜，表明温馨。原田优里伫录完节目以后，伫新闻处甲同行的好朋友等人陪同，嘛前往会好将军庙。该庙除了是安南区当地民间信仰中心，嘛是台湾甲日本交流的桥梁。就因为是真难得，以活塞日本会馆作为新名的庙宇。根据统计，每一档拢上千名的日本观光客前来参拜。会中优里除了添油香参拜以外，嘛遵照密封的礼俗，请会好将军食薰，甚至而唱安庆国小所创作的会好文化礼歌，相当趣味。安慶寺可泡包藥，人真正就来去。そうですね。自分自身の願いが叶って、こんなワイリという本当に2015年他第一次来台湾，来看到我们这个八田与一做的这个乌山头水库，他发现说外代树的故事特别的感动人，所以他就希望能够透过做这一首曲子来纪念他，那也很成功的把这一首曲子做出来了。他希望说他这一次又特别来再跟飞虎将军来祈愿，就希望上一次是来许愿说这一首曲子能够成功的做出来，那这一次是来告诉他我成功做出来了，那我希望接下来这首曲子能够受到我爱你我爱你能够受到台湾民众的喜欢。
当然，这桩有利来台湾台南所设定的方案，嘛伫恢复将军别形成以后画下句点。其中陪同参访伫日本徛起已经40档的台湾人来讲，嘛有相当的感触。那日本对我们台湾在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他们有很深的感慨，因为是日据时代他们留下来，有的是好像他们会感觉到是已经被破坏或者，可是我们台湾人就是一直把它保留得非常好，还在使用它，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对这一点非常的感动，所以他们很喜欢来日本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去参观这些建筑物。由于结束台南的行程以后，接续嘛将转往高雄，甲伊的歌友会同路交流。台南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